化妝間的燈光白得晃眼，我盯着手機裏那張剛流出的路透圖，指尖在屏幕上頓住了。照片拍得模糊，可那個穿着黑色衛衣、微微弓着背幫肖戰整理衣擺的男孩，側臉線條利落得像被刀鋒劃過，下頜收得緊邦邦的，顴骨上幾乎掛不住肉。評論歐早就炸了鍋，有人說這顏值直接出道吧，有人爬出他手腕上那塊表的界格，更多人驚嘆於肖戰身邊怎麼時候多了這麼個人物。可我心裏忽然被一根鉗扎了一下，那眉眼，那低頭時候頸凸起的那節骨頭，像極了我多年前在松江某個大學宿舍裏見過的人。我翻出壓箱底的舊相冊，2014年的合影裏，兩個少年擠在一張窄床上打遊戲，左邊那個笑得眼睛米成鳳，臉頰肉鼓鼓的，右邊那個拿枕頭砸他，兩人身後是貼滿籃球海報的牆壁和一堆沒洗的泡麵碗。左邊那個是肖戰，右邊那個就是照片裏這個瘦得脫了形的男孩，他叫大波。肖戰大學4年睡在他上鋪的兄弟。那巨人的肖戰還未學佢面對鏡頭時該把嘴角抬到那個弧度，大波也旋沒學佢在人潮洶湧時下意識地側過身把肖戰擋在裏側。他們像所有20出頭的男生一樣，佢在深夜臥談時爭論科比和詹姆斯誰更強。佢在期末考試前互相拍醒對方去圖書館佔座，佢在食堂為了最後一根雞腿假裝翻臉，又笑着把它擺成兩半。大波是松江本地人，每周回家都會拎一罐媽媽做的辣椒醬回來。肖戰是外地考來的，第一次吃被辣得灌了半瓶水，大波在旁邊笑得直拍桌子。可後來每次吃麵，他都默默把肖戰碗裏的辣椒挑走大半。這些細節原本都藏在時光的節奏裏，直到那張路透圖像一把燙斗，把他們燙平了攤開在我面前。我開始瘋狂地搜集線索，從肖戰早期磨人問津的博客，到大波忽然清空又忽然設為私密的微博，從粉絲零星的偶遇記錄，到某次採訪裏肖戰脫口而出的我兄弟說，這一切碎片拼在一起，指向一個被喧囂娛樂圈幾乎掩埋的真相。那個被襯作助理的瘦削身影，已經在這個人身邊站了整整10年。而這10年裡，他從135斤瘦到95斤，從滿臉膠原蛋白變成稜角分明的紙片人，卻從沒在任何公開場合說過一句我是肖戰的大學同學。時間倒回2015年的夏天，松江的暑氣蒸得柏油路忽遠，肖戰租住在學校附近的老居民樓裡，沒有空調，電風扇轉起來嘎吱嘎吱響。大波隔3差5記着那輛二手電動車過嚟，車廂裡裝着冰鎮西瓜和2罐啤酒，兩人就坐在陽台上看樓下老太太遛狗，聊些不着邊際的未來。肖戰那時候剛參加完《燃燒吧少年》的算拔，心裡七上八下。他說抹一算不上，我就回去做設計師。大波啃着西瓜含混不清地回，那你設計的 logo 肯定比我畫的施工圖好看。未人知道那個夏天過後，肖戰真的背上包去了北京，而大波在松江某設計院找了份畫圖紙的工作，朝9晚5，工資條上的數字剛好夠付房租和吃幾獨像樣的火鍋。分別那天，肖戰在火車站進站口回頭看了一眼，大波站在人群外衝他擺手。T 恤被汗濕透貼在肚子上，圓圓的臉上全是那副未生沒肺的笑。誰都沒說你要保重之類矯情的話，可肖戰上了火車才發現背包側袋裡塞着一管新買的防曬霜，旋有一張紙條，上面是大波歪歪扭扭的字：北京秋天乾，記得塗臉。最初的2年，肖戰在北京跑早市戲，住過地下室，吃過15塊的盒飯，微博粉絲衝幾千漲到幾萬。評論歐開始有人喊他哥哥。大波在松江偶爾加班到深夜，畫圖畫得眼睛發花，就點開肖戰的微博看看，從不評論，也不點讚，只是看完就關掉。兩人通話的頻率從每週1次變成每月1次，再變成逢年過節才發條微信，內容也越嚟越短。最近這樣還行，你呢也還行。可2018年秋天的一個凌晨，肖戰忽然打來電話，聲音啞得像沙子磨過玻璃。他說：大波，我可能真的不行了。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大波的聲音平靜得不像話：
你在哪人？把地址罰我。3天後，大波出現在北京某間逼仄的出租屋門口，手裏拎着2個行李箱，一個裝着衣服，一個裝着肖戰愛吃的重慶小麵調料和真空包裝的老牛肉。他辭了職，退了房，跟巴馬說我去北京闖闖。其實他連北京的地鐵線路圖都沒看過，只是知道肖戰在電話裏喘氣的聲音不對，知道他這個人從來不會喊痛，一旦喊了就是快碎了。大波到北京的第一件事不是找住處，不是投簡歷，而是跟着肖戰跑了一整天的通告。肖戰在片場被導演罵得狗血淋頭，大波就蹲在道具箱旁邊，把肖戰的水杯灌滿溫水，等他休息時遞過去，怎麼話都不說。晚上回到出租屋，肖戰攤在沙發上閉着眼，大波煮了2碗麵，把辣椒醬瓶子推過去，肖戰睜開眼，看着那瓶熟悉的醬，忽然把臉埋進枕頭裏，肩膀抖得厲害。大波未勸，也沒拍他，只是把麵放在茶几上，自己去陽台抽了根煙，那是大波人生中第一根煙，嗆得他眼淚直流，可他硬是抽完了，因為他需要想清楚一件事，如果肖戰要在這條路上走下去，那他就得站在他身後，哪怕只是遞帶水、當人，在他崩潰的時候煮一碗帶辣味的重慶小麵。第二天，肖戰弓着眼眶從臥室出來，看見大波已經在收拾簿子，把散落一地的劇本按顏色分類碼好，把冰箱裏過期的酸奶扔掉，在日曆上標注出下周的通告時間。肖戰靠在門框上看了很久，輕輕說了句謝謝，大波頭也未回，面在鍋裏，再不吃就陀了。從那天起，大波成了肖戰身邊那個沒有名字的人。他不簽經紀約，不領固定工資，肖戰給他錢他就收着，不給他就刷自己的信用卡，反正他物欲低，一件優衣庫的 T 恤能穿3個夏天。可他做的事遠超出助理2個字能承載的分量。肖戰記不住台詞的時候，大波就拿着劇本跟他一句句對，用重薑話把台詞翻成搞笑的版本幫他緩解焦慮。肖戰在公毯上緊張得手指冰涼，大波就在他經過自己身邊時飛快地碰一下他的指尖，那個動作快得鏡頭都捕捉不到。肖戰被師生反跟車，大波開着那輛2手大眾在高速上繞了3個小時，最後把車停進服務區，轉身對後座臉色發白的肖戰說：睡攰人吧，我守着。2019年夏天，肖戰的名字像一場海嘯席捲了所有社交平台，通告排到以分鐘計算，大波的時間表上卻多了另一項內容，每天凌晨3點，等肖戰卸完妝，做完皮膚護理，喝完那杯溫熱的蜂蜜水之後，大波跪坐在酒店房間的角落裏，打開電腦處理那些衝來的郵件、合同、合作意向。他沒有任何頭銜，可所有需要肖戰光目的文件，都得先經過他那雙因為長期熬夜而布滿血絲的眼睛。暴瘦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大波本來就不算壯實，圓臉顯得有幾分孩子氣，可那半年裏，他的臉頰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塌了下去。粉絲在接機時偶爾會注意到肖戰身後那個戴着口罩的男孩，有人議論肖戰換助理了。這個好瘦，有人拍到他彎腰幫肖戰繫鞋帶時候腰凸起的脊椎骨，照片發到網上。評論區有人說這助理太敬業了，也有人說怎麼感覺有點嚇人，瘦成這樣是不是生病了？可未人知道，那段時間大波每天睡眠不足3小時，他要在肖戰睡覺時整理第2天的行程，要在肖戰吃飯時提前試菜以防過敏源，要在肖戰被圍堵時用自己的身體擋住那些幾乎要戳到臉上的手機和應援牌。他自己卻常常忘了吃飯。有次在片場，肖戰把自己的盒飯推給他，他接過嚟扒了2口就放下，因為下一個場景需要肖戰馬上補妝，他得先跑去化妝間確認燈光角度。135斤到95斤，那40斤肉不是平白消失的，是被機場的風吹走的，是被凌晨酒店的台燈熬乾的，是被每一次肖戰在台上光芒萬丈時，他站在台側暗影裏的那幾分鐘、幾小時、幾千個日夜一點點啃噬掉的。2020年的那場風暴來得毫無徵兆，
肖戰的名字從雲端墜入泥沼，所有聲音都變成鋒利的碎片朝他砸過去。大波第一次在肖戰面前失控是在某個深夜，肖戰坐在床沿盯着手機屏幕，上面是不計其數的辱罵和詛咒。他的表情很平靜，可大波看見他攢着手機的手指關節發白。大波走過去，想把手機拿開，肖戰卻忽然抬頭說：大波，你走吧，別跟着我了。聲音裡帶着一種把骨頭拆散的疲憊。大波蹲下來，平視着他的眼睛，那雙向來溫和的眼睛裡第一次有了近乎兇狠的光。他說：肖戰，你聽好了，我辭職報告未寫，回松江的機票沒買，我他媽連這個月房租都交了，你讓我走去哪人？肖戰零了零，大波已經站起嚟去燒水了，背影瘦得像一片紙，可那片紙就那麼橫梗在肖戰和整個世界之間，替他擋住了所有他能擋住的風。那段時間，大波幾乎一個人扛下了所有對外聯絡的工作，他學會了在法律條文裡找漏洞，學會了用最客氣的語氣說最堅決的拒絕，學會了在肖戰情緒崩潰時保持絕對的冷靜，然後等肖戰睡了，自己躲在衛生間裡用冷水沖臉，對着鏡子裡的自己說沒事，都攰過去。可即便在那段最灰暗的日子裡，大波也沒讓肖戰的生活質量下降過一分。肖戰吃不下飯，他就去菜市場買最新鮮的蔬菜，用蔥松薑帶嚟的火鍋底料熬粥，一着一着看着他咽下去。肖戰失眠，他就坐在客廳裡開着電視放肖戰喜歡的紀錄片，音量調到最小，像白噪音一樣陪着他。肖戰有一天忽然說想畫畫，大波就跑了半個北京城去買肖戰慣用的那種馬克筆，回來的時候外面下着大雨，他把筆取在懷裡，自己淋得透濕。肖戰看着那個滾身滴水的瘦削身影，嘴唇動了動，最終只說出你怎麼不撐傘。大波把筆帶給他，笑着說忘了。其實他們都心知肚明，大波是故意的，他需要肖戰有那麼一秒鐘從自己的痛苦裡抽離出來，去擔心一下別人，哪怕只是問一句你怎麼不撐傘，那也意味着肖戰心裡船在浮着，船又遠着，船沒有被那些惡意徹底凍僵。10年到底有多長？長到肖戰充磨人問津的設計系學生變成聚光燈下的頂流，長到大波從那個愛吃辣愛笑的圓臉男孩變成沉默寡言身形消瘦的影子，長到他們之間不需要任何解釋就能讀懂對方每一個眼神。肖戰在舞台上唱到高音破音時，大波在台下潰下意識地攢緊拳頭，嘴角卻帶着笑。肖戰接受採訪被問到最難熬的時候怎麼過來的，他讀了讀說有朋友在身邊。鏡頭掃過大波站的位置，他已經習慣性地退到了人群最後面，低着頭玩手機，仿佛這一切與他無關。可那些細枝末節藏不住，比如肖戰所有的演出服口袋裡都有一張大波手寫的便簽，上面是當天日期、場地、出口方向、附近醫院地址，最後永遠跟着2個字別方。比如肖戰每到一個新城市，酒店床頭櫃上永遠擺着一瓶松江產的辣醬和一瓶北京產的秋梨膏。辣醬是用來提醒他跟在那人，秋梨膏是用嚟護他的喪子。比如肖戰手機裡的緊急聯繫人10年沒變過，被注明是大波2個字，連個修飾詞都沒有。2023年的某次品牌活動後台，我恰好有機會進去做採訪，化妝間門虛掩着。我透過門縫看見肖戰閉着眼讓化妝師上妝，大波蹲在地上幫他整理褲腳，那褲腳原本就平整，可大波的手指反復撫過布料，像是在確認怎麼重要的東西。肖戰忽然睜開眼，低頭看他，說了句你最近又瘦了。大波頭也沒抬，你少管我，先管好你自己明天那場直播的台本。肖戰從口袋裡摸出一塊巧克力扔過去，大波伸手接住，擺了一半菜進嘴裡，另一半放回肖戰手邊。那個動作自然的讓人心酸，他們之間的默契已經不需要語言，像兩條平行的河流，表面各自奔流，底下是同一片土地在托着。化妝師出去拿工具的間隙，大波站起嚟幫肖戰調整領列，兩人離得很近，我聽見肖戰給輕地說了句對不起。大波的手讀了一下，然後拍了拍他肩膀。你再說這種話，
我把你大學逃課被點名的事抖出去。肖戰笑了，那笑容是我很久沒在他臉上現過的，從遲的，帶着少年氣的，像一根掹了太久的弦忽然被松了一扣。後來我託朋友念轉聯繫上大波的一個舊同事，那人說大波在設計院工作時，桌上擺着張合照，有人問是誰，他說大學室友，別的再也不提。同事傳說他走的那天特別倉促，桌上有半杯沒喝完的咖啡，圖紙畫到一半，電腦都沒關，可他在前台留了個信封，裡面是辭職信和一把藥匙，信上只有2行字：感謝關照，朋友有事，我得去。那個去字寫得極用力，筆尖幾乎劃破信紙。我忽然想起2016年肖戰剛出道時發過一條近粉絲可見的微博，配圖是2碗重慶小麵，文案寫着有些味道，這鼻子戒不掉了。當時大家都以為是雪家香菜，現在我才明白，他說的是那個會把他碗裏辣椒挑走的人，是那個願意為他辭掉安穩工作奔赴未知的人，是那個從圓臉變成瘦削背影卻始終站在他3步之內的人。如今的肖戰依然在鏡頭前光芒萬丈，大波依然站在鏡頭外，穿着黑色衣服，戴着帽子口罩，把自己藏成人群裡的一個省略號。偶爾有新的粉絲問那個瘦瘦的助理是誰，老粉佢輕描淡寫說跟了很多年了，未人深究，也未人想到要去深究。可我知道2024年跨年夜的舞台上，肖戰唱完最後一首歌，全場燈光暗下來的那一秒，他朝着台側某個方向極快地比了個手勢，那是我大學時見過的男孩子們之間常用的暗號，意思是我很好，別擔心。而台側的黑暗裡，有個瘦削的身影同樣極快地回了一個手勢，然後轉身去準備下一場要換的衣服。那個瞬間未有任何攝像機捕捉到，可他比任何公壇上的合影，任何採訪中的感謝都更真實地存在着，像2棵樹的根係在地下無聲地纏繞了10年，地面上的枝葉或苦隔得很遠，可地底下，他們早就長成了彼此的一部分。寫到這裡，我關掉那個滿是路透圖和猜測的網頁，窗外的天已經暗下來了。我想起那張2014年的舊照片裡，2個少年擠在宿舍窄床上，一個笑得眉眼彎彎，一個拿枕頭作勢要打，陽光從窗簾縫隙漏進來，落在他們年輕而飽滿的臉頰上。那時候大波還未學佢熬夜，肖戰還沒學佢假笑，他們以為最要緊的是下周的籃球賽和月底的生活費。可命運的手輕輕一撥，就把他們推向了截然不同的軌道，卻又用一根看不見的線把他們纏在一起。那根線叫我在，是凌晨3點的蜂蜜水，是暴雨裡取在懷裡的馬克筆，是高速上繞了3小時的車程，是瘦了40斤之後依然穩穩站在那人身後的身影。娛樂圈每天都在上演分分合合的故事，今天稱兄道弟，明天形同陌路的戲碼看得人麻木。可總有些東西是演不出來的，比如一個男人蹲下去幫另一個男人繫鞋帶時，手指自然護住他腳踝的那道弧線；比如在罵人歡呼的場館裡，有人的目光永遠只落在一個人身上，不是仰望，不是追隨，而是平視，像10年前在宿舍陽台上看同一片晚霞那樣平視。現在再回頭看那張路透圖，大波瘦得讓人心痛的臉忽然有了溫度，那不是病態的消瘦，是一個人在用所有能用的力氣去剛起另一段人生時，身體替他刻下的碑文。有人問值不值得，可感情這東西從來不需要用值得來衡量，就像松江的辣椒和北京的秋梨膏，一個熱烈一個溫潤，放在一起卻剛好是能讓人活下去的味道。肖戰何嘗不知道大波為他付出了什麼，所以他在所有訪談裡提到朋友時，語氣佢忽然軟下來，所以他佢在行程最密的時期，硬擠出半天假拉着大波去吃火鍋，然後被辣得滿頭汗船要逞強說我能吃，所以他的工作室至今沒有一份正式的大波任職文件，不是不承認，而是他們之間不需要那張紙嚟證明什麼，大波就是大波，是睡在上鋪的兄弟，是在黑暗裡遞火把的人，是站在光環之外卻讓那光環不至於太孤單的一顆不動聲色的行星。而大波本人也苦並不在乎有沒有人認出他，有沒有人歌頌這段情誼。
他想要的不過是肖戰每次轉身時都能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在原地，胖也好，瘦也好，晴天也好，雨天也好，那個身影永遠不會提前離場。這10年裡，他們從松江的濕熱夏天走進北京的乾燥秋風，從無人問津走到麥中矚目，從並肩而行變成一前一後，可距離始終沒有變過，就是3步，一個人伸出手，剛好能碰到另一個人的肩膀。我想這就是所謂神仙情誼最樸素的樣子吧，沒有誓言，沒有利益，沒有需要解釋的動機，只有一個普通人為了另一個普通人，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沉默的橋，讓那個走在橋上的靈魂從此再也踩不到泥濘。我們都活在各自的人生裡，像肖戰和大波一樣，或苦也曾有人為我們帶過一碗熱麵，或者我們也曾為別人在雨夜裡撐過一把傘。只是大多數故事沒有鏡頭去記錄，沒有粉絲去挖掘，他們散落在平淡的日常裡，像沙粒沉進海水，可他們確確實實存在過，並且改變着某些生命的流向。娛樂圈的喧囂從不缺少話題，可真正值得被記住的，不是數據的攀比和流量的起伏，而是那些在名利場裡依然能保持原狀的情誼，不炒作，不標榜，不需要任何人去解鬥，就只是在那裡，像松江的老城牆一樣，風吹雨打都不倒。大波用10年時間衝完臉變成錐子臉，卻從沒改變過站在肖戰身邊的姿勢，那是比任何劇本都更動人的人間真實。而我們這些看客，與其去爬他的身份，猜他的體重，評他的顏值，不如安安靜靜地尊重這份沉默，因為有些心情說出來就已經輕了。最好的方式是像他們一樣，不看，不聽，不言，卻始終都在。這世上最難得的，從來不是錦上添花的簇擁，而是雪中送炭的陪伴。更難得的是，那送炭的人不覺得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他只是覺得朋友冷了，我得去。大波從來沒說過我為你犧牲了什麼，肖戰也從來沒說過我欠他太多。他們之間甚至可能沒有過一場正式的含淚的道謝。可那平放在酒店床頭10年的辣椒醬，那雙無數次蹲下又站起的失合，那個在無數個凌晨3點旋亮着的手機屏幕，已經把所有的答案都寫好了。我們不需要把他們神化成什麼內娛最乾淨的符號，因為他們不過是兩個在起伏人生裡相互撐住的年輕人，像所有平凡友誼一樣，攰吵嘴，攰沉默，攰各自有各自的疲憊。可千帆過盡之後，回頭一看，那人船在3步之內，瘦了，老了，沉默了，可船在。我關上手機，把那張舊照片翻出來又看了一遍，兩個少年的臉在像素裡模糊着，可那種無憂無慮的快樂穿過歲月依然清晰。10年後的他們，一個在閃光燈下笑着，一個在陰影裡站着，可如果你仔細看，會發現那個笑着的人眼角的餘光永遠朝着陰影的方向，那個站着的人微微弓起的後背永遠保持着隨時能衝出去的姿態。這就是時間給他們最好的禮物，不是名氣，不是財富，是彼此的存在本身。而我們這些在屏幕前感動的人，與其沉溺於某種合到了的情緒，不如想想自己身邊那個可以打半夜電話的人，想想那些被我們習以為常的，以為永遠不會離開的陪伴，然後在心裡說一聲謝謝，再在明天的生活裡試着去成為某個人的大波，或者去珍惜那個已經站在你身後的大波。娛樂圈的故事像煙火，年年都有新的，可人間的情誼像炸竹，微小尋常，卻能在一整個黑夜裡穩穩地亮着。願肖戰和大波的友誼繼續這樣安靜地生長下去，願我們都能在各自的風雨裡遇到那個願意為你瘦掉40斤也毫無怨言的人，或者成為那樣的人，然後在這漫長又短暫的一生裡，把彼此的路走得更長一點，更暖一點。最後，我想說幾句理性的話。我們看到的永遠只是碎片，是鏡頭願意給我們的那一角。真實的肖戰和大波之間，必然也有尋常人的摩擦、疲憊，甚至想放棄的瞬間。任何長期關係都不是單方面的奉獻或歌頌就能支撐的，它需要雙向的尊重、共同的成長和無數次私下裡的磨合。將這段情誼過度美化或神聖化，
本身就是一種不健康的消費，因為它把活生生的人架上了神壇，而神壇往往比泥沼更危險。作為旁觀者，我們應當警惕用感動去簡化他人的人生，也不該用挖掘去侵擾他們本不願公開的邊界。理智的吃瓜，是看見美好時懂得止於欣賞，是明白所有命運饋贈的心情背後都有我們看不見的代價，是不把任何人的付出當作理所當然的談資。願我們學會尊重距離，保持善意，不做神，不毀神，只在各自的現實裡珍惜眼前人，守住手邊事，讓那些真正珍貴的情感不必活在熱手裡，而能活在日復一日的無需言說的相互攙扶中。